主席，局長，我係支持專利估值嘅先導支援計劃嘅，我覺得係對即係中小企嘅及時雨啦。咁喺呢個新嘅國際形勢同埋即係經濟嘅增長嘅引擎下，呢個絕對支持。我有兩條問題啦。第一咧就係即係局方會唔會就着每一次批核有個承諾係即係幾耐可以批到每一次嘅申請？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可能係一個 comment 啦嚇，一個備註，就係喺文件夾中文文件夾第6頁底下個 footnote 8嗰度咧就提及相關嘅專業團體就包括好幾間啦，但係冇包括到香港律師會啊。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因為你睇翻你第13段有提及到評估嘅基礎方法，包括利用法律啊、技術啊種種。咁其實我覺得律師都好適合去幫手。咁但係就即係呢個暫時就冇數到入去咁樣咯。多謝。好，兩方面。主席，陳議員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哋會翻去更新考慮啦。咁第一個問題呢，我請個知識產權處副處長曾志深先生去回答。好，處長。唔該，主席，多謝陳議員嘅提問。或者回應翻嗰個時間表嗰個情況啦。基本上，我哋知識產權處喺呢個先導計劃裏邊咧，我哋會幫手呢啲企業咧，準備一個質性嘅報告咁樣樣。咁如果申請人佢提交晒所有嘅資料，全部嘅資料齊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喺15個工作天內咧，可以完成翻相關嘅一啲批核雙方面嘅一啲程序啊計劃咁樣樣。好，15天，唔該，下位。